下饭时间，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这间老店铺台湾式火炭烘肉店。东门烘肉的功夫，鸡腿拢是先卤过才摕去烘，鸡皮也有鸡尾水都要先煸过了后，再搁控家己的烘肉酱烘出来才有汤，也搁好食。老店第二代头家郑宗德，伊改变本来经营的模式，单位变做店面，靠真材实料，开无到一档，就已经有真侪市中的老主顾客。 鸡腿伫个烘盘顶悬烘甲安尼油金啊油金，哪烘过哪甲卤即个特chế酱料，即落芳香香的气味，闻着实在有够赞的。6号，这间伫个内湖做火炭烘的专卖店，主打是这款台式的口味，逐项食的烘的拢会当食到古早味，嘛，互真侪消费者真爱来遮试这落好滋味。一阵子想到就会来吃，然后想到炭烤就会想到这一家。肉不柴，然后咬起来比较有嚼劲，然后就是配上烤肉酱，我觉得就是湿润度刚刚好。用